教育释文第58集。什么是形声义？咱先来 Google 一下。即卖 Google 阁有 AI 摘要呢，形声义有一个表示意义的形符，甲表示读音的声符组合而成。是安尼哦，大家自细汉亲像嘛安尼学的啊。伫汉字的地位占真大的比例啦。AI 拢安尼讲，应该就是唯一的事实，有影无？形声义占大多数，有影无？来看这4个例字，拢是罗生呢。真的呢，汉字真侪形声义呢。这集讲到这，下课。无啦，认真来详细看一下。罗房字形的意思是木配一个无意义的声符，竹箩字形的意思是竹配一个无意义的声符，安尼有怪怪无？有非常的奇怪无？若无怪怪，来看第3字。字数爱读作字罗，文献讲将扑罗生嘛，全世界亲像无人安尼读啊。文献写的形声字，敢无奇怪呢？手字边的这字，照说文解字，毋是咱，是会人来会字，就是绕一阵人来。绕是无意义的声符，事实上并毋是安尼。对应的将某代表该字的意思，自然也是误解。以偏如何能解全呢？这个罗是啥呢？意思空也，字形是某中女，怪怪吼。先来认捌有一个咱真熟悉的内里中空的实物麻老，较早拜拜定用到的食品。当然毋是面老鼠这种字啦，这种有一个无意义声符的乱用字，才是形声字。其实真少，大部分是早前的汉字。进前咱有讲过几字，以后有机会再来介绍这类的字。即马先来讲麻老，内里中空有粘稠的实物，安尼写有意义的用字有无？某中女是啥物意思？差不多这个意思，一个一个贴起来的意思。一骹竹箩，第一个算某，搁落一骹伫顶悬，某加女，女搁变成某，因为会使搁贴一个女，安尼一直踏悬，就是某中女。其实亲像庄仔这类的，咱才讲贴或者讲踏安尼的动词。笼子内底会使缀物件这类的开口用器，是讲落一个落一个，所以这字做动词用着读落。这种字有一个无意义的声符，无错，这才是形声字。龙是举土器，声声句句讲文献才是唯一标准的人。装龙以后意思就要更正改做装举土器哦，毋知是啥啦。来认捌这字，为字形来捌字金文安尼写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。画面一个人，人毋是这字的重点，所以画较细。两只手扶着头壳顶的一卡篮，内面有一层一层的符号，表示会使一层一层的踏悬，搁亲像会漏水哦。字本身会发音，这字有标注释义，也是发音的部分，所以这字就读落、读漏。这字的意思有拿、踏悬、数目、落入去、漏野。这个本字有几下个意思，一骹得人的人，楼仔厝的楼，算看有几骹得人的数，落入去的落，镂空的镂。若拢照本字来写，就歹区分要表达倒一个意思，所以就有必要另外加一个字屏来做区分。用竹仔做的竹人，用木柴来起楼仔厝，拿一支笔来记数有几骹竹人的数，安尼是毋是较清楚啊？字形中的漏字屏是这几字的主要意思，是该字的主要意思哦。煞变成 AI 所讲的国文老师所教的形声字中无意义的声符，
为字形来捌字，咱就知影事实并毋是安尼。这几个象母是为着区分出本字的多高意思。过来，既然已经真熟悉这个信，字形是将背省将实，实代表落落物，这个早的实也是落落物。将实细分是将环、将直、环落落来的意思。无人研究过本字的这个信，所以落落物是迅速的信，煞变成是形声字。用手去接落落物就是神，嘛毋是形声字哦。用双手伸护水，这是毋捌字的教育部所写的。音不对，字不对，承接是水平成，接位上往下的是神。教育部乱教，咱无必要乱学。有人坚持文献是唯一的答案，那安尼，迄个人应该只看过册皮，只看过 AI 摘要，毋捌看过册皮内底详细的文字。数学爱读做逻学呢，安尼文献爱改无？编空虚字典的人毋是吃素的呢？们是肥满貌，你们意思是你这个大胖子。老是重要的字评，咱着重新来捌字。老中学野，一层一层有层次叠悬的楼仔厝。现代用空区里来起楼仔厝，是毋是爱改写做空字旁的楼呢？免啦，汉字免遐麻烦，照用木字旁就会使啊。惯死惯死嘛。一担米糠就是有2骹竹笼，骹是计数单位。竹仔编的容器统称竹笼，详细是有分做方形、圆形哦。这个数为何类偏讲是骹呢？是一骹手指，还是一骹尾仔呢？原来竹笼的计数单位是骹，一骹一骹的竹笼，拿笔来算看有几骹就是数。这个噗本意是手拿发起。伫遮就改做拿笔就会使啊，爱小变巧一下。换来讲这个读每，母理切，所以读每。母中理就是一阶一阶落起来，就是每阶。数处就是每阶。这个每有一个诗字旁，这个字旁什么意思呢？畏祥，老早可能袂记啊。因为古早无 Ctrl+F 安尼的搜索功能，袂记算正常啦。诗的意思，沉呀，沉咧咧沉，放平面环，放立体直的，拢会使是沉咧，是吧？数处的一直放竹笼，就是每阶一直咧放竹笼。这个用言语一直落，用言语起楼仔厝，无啦，这个读豆，意思去甲老师斗，有发现无？这个甲言语无关系，是倒位招来的呢？这种无意义声符，则是形声字，严格讲是照音字而已。毋若豆，搁加死缠烂打，就是烂豆。我为2023年的5月开始做节目，第2集就乱怎讲秒懂西亚词应该安怎写啦？将母母声，这是一个真好学汉字的方法啦。讲啥物汉字有7、8成是这款字啦，安尼算是无水准的节目内容，拢已经关起来啊。我较早嘛认为汉字有真侪形声字，有一个无意义的声符，安尼正经是毋捌字啦。有一个主要的意思，煞变成无意义的声符。这我伫做节目的初期就犯安尼的错误，对教骨先生重新来捌字，才知影每一个字旁应该拢是有意义的才对，所以才会讲汉字真少形声字。原来这字读拖，足板弄入去像拖仔的牵拖，下若用拖的拖拖刷刷，会互阮阿母骂。拖是误用的代音字。细家是将卤水在转细，通常毋是行直线的，脚折着就真歹细家啦。
另即字是造反的势，通常是行直线的，势翻头、势家无共义。势神是精神恍惚，教育部安尼写，啉酒啉甲麻西麻西即字势，阿西阿西嘛是即字势，势神安尼写才是神情恍惚啦。这几字咱有介绍过，每一个字评应该拢是有意义的。河水会流通才变成河，啊江呢？江有一个空。人工加工过才是工，即块石头是全世界上大加工过的石头，有真大的空，是大禹王治水的工具。若无相信，会使去问大禹王，为何治水的治有水字边也有一个台呢？湖其中有较无流动的水，湖就是较无流动的水。陂塘嘛是人工的用挖的。本字的塘就是挖空，就是荡出一口陂，所以大部分的字评是有意义的哦。所以汉字真少形声字，汉字有真侪形声字，代表真侪字的字评是无意义的。安尼汉字变成拼音化，是会使以偏概全的。确实，2000年来，大部分的人拢安尼认为啊。现代 AI 嘛安尼讲啊，汉字真少形声字，这是无共的捌字观念。每一个字评拢是有意义的，汉字袂讨济去用一个无意义的字评，甚至大部分安尼的字评是家字的主要意思。咱重新安尼来捌字，你认为有道理无？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